这榕树种在盆子里面可以长这么大哦，叶子这么大哦。那榕树种在盆子里面可以，叶子可以长这么大哦。到底是什么生命力这么强？还是妈祖庙，莲水妈祖庙。莲水妈祖庙不闭关，那离这个爱金清水公园不远。哦，莲水的，你看。旧的楼房呢，以前很繁荣呢，清朝的时候很繁荣，比新营还繁荣呢。后来没落了，跟交通因素有关，要繁荣跟交通经济有关。